经济部日能推动中心标出备案，前副执行长第一任利用职务来甲这业者讨免200万，再去互北检城下禁见。本地伊是离岸风电的推动者，所以来牵涉到这个备案，总统府和行政院拢强调绝对爱严办。穿朴色的衫甲底裤，互法警对新信息传出来。伊是前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副执行长陈玉林。25暗时，互检警调查，做伙调查，阁有陈玉林的爸母、甲台电的高层前副总经理肖胜任、副总兼执行长柯国良等人，即马全部涉入技术受恶势备案。检警25暗时分22路大动作敲催。面对媒体，陈玉林无讲话，伊伫信后按照贪污治罪条例成压禁见。根据检方的调查，陈玉林疑似伫任职期间向台电施压，惊后尾房讨贵电用量，协助业者开绿能公司，收压榨钱共免200万。另外，同为建设董事长陈建生，一个后生陈冠涛犯嫌重大，也成压禁见。也那其他涉案的人，风电能源的总经理以10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风电能源25发布重大消息，表示全力配合调查。他年纪轻轻的，主要是有政务委员无姓的政务委员在后面罩着所以我们希望减掉呢，就是除恶务尽。只要涉贪，只要涉及舞弊，不论蓝绿，不论是谁，都要严办。陈玉林正常关系真好，2015年就加入民进党的智库，过当年转任行政院能源甲检团办公室的主任。2018年风招起，人讲是离岸风电重大投资案的高一个管道的力推中心，伊才28岁就做副执行长。过当年，阁接地震款海的董事，今年初阁接由经济部主导绿电、白电平台的台地电首任总经理。总统一再表达他的立场，任何涉入司法的案件，不分党派，也不问何人，只要有司法侦办的相关证据，他的立场都支持依法严惩，勿枉勿纵。经济部涉入备案，呼应立场是同款，表示对非法的事件绝对追查到底，强力阻挡。原来经济部是表示尊重司法的调查，若需要会配合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